佢係再有古惑飛啊！龍龍九話韋達個 J 步馬今季贏嗰，其實韋達今季個成績就都比想象中再差啲啦，係嘛？整體成績都我覺得。即係對比起上季，可能同期嘅佢，今季嘅佢就暫時係得6場頭馬。哇！嗰啲咁嘅新領域，聽到啲名都驚。新領域叫做3個字，四班嗰啲。3個字，新幹線。新幹線，新話得個新字中嘅話，你越中越少咯喎。好彩都諗一諗到。新領域嗰啲咩星球啦、幸運星球啦，又幾次熱門都差。哇！幸運星球先至恐怖。哇！淨係第二隻馬嚟。係咯。咁啊還好嘅，好彩佢第二鋪都唔得，即係你第二鋪又得翻嘅話，佢冇人先中啦。其實佢3鋪都唔得，好在一次過啊。咁好啲嘅。嗱，開始入閘啦，咁我要提下大家要買㗎，如果未買就。唔係有啲好中意買啲內碟前置㗎嘛？喂，上季尾贏得咁輕鬆，放晒出嚟有喎，成日年少多好咁樣喎。不過年少多我都唔得啊，今季啊。呢場係睇下邊隻擺出嚟放啦，預計個步速會幾慢嘅。入剩都4隻馬啦，我哋就早少少交啦。第一場入剩亦都冇問題，剩翻4匹。香港精神滿載歸來，再入閘嘅馬係永盛金區，最後入閘。極速之子，等埋隻極速之子，咁佢喺閘後邊隻馬有少少緊張啊！好啦，極速之子，全部馬不準備妥當，頭場賽事5班1800米嘅路程，大熱暫時係1準備。好啦，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咁啊前面快閘嘅馬呢，中間有藍眼罩永盛金區嘅，咁啊再中檔位置軒旺寶寶啦，出邊有3隻上市魅力、電信子彈，追出係九尾狐啊，跟住個第5位咯，就係呢隻大象啊，響佢出邊係永盛金區第6位係藍眼罩嘅，內欄橙衫有樂天派、粉紅衫尾4極速之子啊，後邊3隻滿載歸來，領頭先驅啊，暫時殿後係香港精神嚟噶。好啦，轉呢個滿貫彎咯，放咗出嚟跑嘅馬係軒旺寶寶啊，響出邊有電信子彈第2位上市魅力，第3九尾狐，第4埋邊，第5就係呢隻大象啊。咁再喺外邊藍眼罩第6位係永盛金區啊，後多層嘅馬啦，咁啊先見到有樂天派啦，尾4出邊粉紅衫係極速之子啊，後邊3隻啦，黃衫尾3領頭先驅啊，紫色眼罩內欄尾子呢就滿載歸來啊，暫時殿後仍然係香港精神嚟噶。好啦，咁啊接近對面直路中段咯，前面放嘅馬呢都仲係呢隻軒旺寶寶噶，跟住第2位電信子彈啊，第3位呢就上市魅力啊，再變粉紅衫走咗上去，係極速之子啊，中間第5有九尾狐，內欄第6係大象啊，出邊藍眼罩第7永盛金區啊，後邊4隻啦，外邊數入嚟領頭先驅啦，滿載歸來啦，尾衣橙衫內欄樂天派啊，包咗落尾嘅馬仍然係香港精神嚟噶。好啦，轉彎入直路啦，外邊極速之子就一鼓作氣冚咗上嚟，埋邊係軒旺寶寶啊，上市魅力就攞咗出去啊，咁大象亦都揈埋出去外邊追啊，馬林中間滿載歸來追咗少少，入邊仲係隻樂天派，最後100零米啦，外邊冚上嚟就大象鬥緊中間係上市魅力啊，沿欄推進嗰邊呢，仲有樂天派咧，中間位置係領頭先驅，最後100米大象外邊壓住上市魅力，進佔第3位，仲係樂天派滿載歸來，接近終點大象外邊冚人贏啊，跑第2名係上市魅力，樂天派呢，咁啊跑翻個第3啦。至於第4名臨尾追咗上嚟，領頭先驅同埋滿載歸來，需要影相啊！結果頭場呢場都難搞啊！難搞。步速就好快，比預期中快喎，咁所以大象都可以冚到上嚟啦。2Q 嘅第3就係湯普森喎，11號嘅樂天派第3，第4嗰隻6啊，領頭先驅都追好多。不過呢場係咪因為中段發力咧扯快咧，而家開3隻貼欄馬咁咯？係啊，快秒半啊！但係貼欄馬還貼欄馬，佢最尾喺呢隻路都係攞出中間走啊！哇！隻永盛金區定係第2隻勝利同盟嚟嘅。好啊！第一場嘅總時間都係偏快嘅，1分49秒02啊！暫定名次就係1號、2號、11號、6號，睇翻重播。米嘅路程大熱暫時係1準備。
好嚟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咁啊前面快閘嘅馬呢，中間有藍眼罩永勝金區嘅，咁啊再中檔位置軒王寶寶啦，出邊有3隻上市魅力、電信子彈，追出係九尾狐啊，跟住個第5位咯，就係呢隻大象啊，響佢出邊係永勝金區第6位係藍眼罩嘅，內欄橙衫有樂天派、粉紅衫尾4極速之子啊，後邊3隻滿載歸來領頭先驅啊，暫時殿後係香港精神嚟㗎。好啦，轉呢個滿貫彎咯，放咗出嚟跑嘅馬係軒王寶寶啊，響出邊有電信子彈第2位上市魅力，第3九尾狐，第4埋邊，第5就係呢隻大象啊。咁再喺外邊藍眼罩第6位係永勝金區啊，後多層嘅馬啦，咁啊先見到有樂天派啦，尾4出邊粉紅衫係極速之子啊，後邊3隻啦，黃衫尾3領頭先驅啊，紫色眼罩內欄尾子呢就滿載歸來啊，暫時殿後仍然係香港精神嚟㗎。好啦，咁啊接近對面直路中段咯，前面放嘅馬呢都仲係呢隻軒王寶寶㗎，跟住第2位電信子彈啊，第3位呢就上市魅力啊，出邊粉紅衫走咗上去係極速之子啊，中間第5有九尾狐，內欄第6係大象啊，出邊藍眼罩第7永勝金區啊，後邊4隻啦，外邊數入嚟領頭先驅啦，滿載歸來啦，尾衣橙衫內欄樂天派啊，包咗落尾嘅馬仍然係香港精神嚟㗎。好啦，轉彎入直路啦，外邊極速之子就一鼓作氣冚咗上嚟，埋邊係軒王寶寶啊，上市魅力就攞咗出去啊，咁大象亦都揈埋出去外邊追啊，馬林中間滿載歸來追咗少少，入邊仲係隻樂天派，最後100零米啦，外邊冚上嚟就大象鬥緊，中間係上市魅力啊，沿欄推進嗰邊呢，仲有樂天派呢，中間位置係領頭先驅，最後100米大象外邊壓住上市魅力，進佔第3位，仲有樂天派滿載歸來，接近終點，大象外邊冚人贏啊，跑第2名。第4名幅相啊，領頭先驅影贏咗裏邊嘅溝女滿載歸來。呢場就好明顯啦，其實唔知點解極速之子個步速亦都算係快之下咧，佢仲在中段扯快佢啊，咁啊搞到咧喺條欄度冇得喐嗰啲馬反而賺晒。咁啊睇下第一場啦，預計派彩啦，贏馬就係1號啊大象獨贏，臨尾度30蚊嘅，咁位置咧就係派14個半。第2名就係2號上市魅力，位置派37個半。第3就係11號樂天派，位置派52個半。第4就係隻6號領頭先驅，1搭2連贏就派251蚊，2重彩派337蚊，3重彩係派3540蚊，而單 T 就係派1034蚊嘅。至於位置 Q 啦，1搭2就派89個半，1搭11派97蚊。2搭11係派383蚊。咁時間頭先提過都係快時間啦，1分49秒02，快成秒嘅。呢個係馬主嘅女伴，就唔係潘偉達嘅女伴嚟㗎。呢個段速就快1秒半啊，尤其是係第3、第4段啦，加埋快1秒3啊，係淨係嗰度。咁啊，但係末段咧只係慢翻5線啫，咁啊，所以個地睇嚟有啲快喎。係咪將王嗰件衫啊？係啊。韋達搭潘頓，終於開齋啦！呢個組合係嘛？第5場啦，咁贏啊，贏翻場咯。好似好耐喎，但係佢之前仲喺度，阿韋達未做練馬師啊，潘頓會跪低喎。幫佢擦鞋啊！好多年前啊嘛。嗱，而家你求我啦，而家啊，終於嚟4連環啦，2491，都難難地喎。4重彩40418，估錯晒啲步速啦，仲諗住慢，結果就快，仲要有馬喺中段走埋上去。